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台铁德鲁古列车3天前伫铁基路去弄着货车，造成严重败马事故，嘛造成49个人死亡，200多人受伤。台铁透过大会求偿，先赔每一个罹难者1570万，各向施工的外包厂商李义祥等人讨赔偿。花莲地方法院伫昨昏一审宣判，李义祥爱负起6成的责任。爱赔2326万6692块，也若代替爱负起4成过失的责任。本院审酌整个事故发生之流程，那认为说本案原告台铁公司意未善尽其巡查义务，且其员工负容忍李姓被告于停工期间至现场施工。那综合一件情况，认为李姓被告就本案部分应连带负60%之损害赔偿责任。就原告部分，则应负担40%之余有过失责任。花莲地方法院是认定包商李义祥违反规定，伫该停工的期间无停工继续施工，而且嘛发现讲车害去，却拢无处理，到事故发生进前嘛拢无通报。法官是认定讲李义祥等人爱负起6成的损害赔偿责任，也若代替因为无做好检查的工课，嘛爱负起4成过失的责任，若双方拢会当上诉。